到天營20年1對1舞蹈課程2節，一共係40分鐘，每人只限中獎1次，名額每日7位，先到先得，送完即止。我覺得希望俾大家個感覺就係其實就好似呢個歌講嘅 way back into love 咁樣，即係當佢哋響感情裏邊有啲困難啊，或者有一啲講唔靚或者嗰啲行落去咁嘅情況咧，就希望大家諗翻你當初佢哋點樣喺埋一齊嘅，點樣認識到對方咁開始呢段感情嘅，所以咁嘅意思啦，就會繼續咁咯。希望大家中意呢首歌，中意嘅呢個會繼續咯。大家嘅收入唔係咁穩定，而長期又唔係成日咁準嘅話，最好就揀有自然還本保障嘅結餘轉戶計劃啦。或者要近幾日先還，自己都唔使咁擔心啊嘛。就好似我哋安信咁啊，各位朋友只需要喺申請結餘轉戶計劃嘅時候，申請埋14日還款寬限，等喺有需要嘅時候，只需要打個電話嚟同我哋講聲，咁我哋最長就可以幫你將還款期近14日嘅喎。想知多啲，揾安信兄弟，齊齊傾掂佢。哇！咁快減咗咁多，想好似我咁啲，快啲去啲就陣啦！2個禮拜減612次，只係688，仲有合約保證添，等210998報名啦！6個球迷，最近紅衫就好有氣氛嘅，即係
張贏到今屆第8個波㗎。咁啊，其實咧係新啲呢個點都唔差，排緊第7位嘅。不過呢啲好快就換手㗎啦，換咗2個有3啊。咁啊，至少咧做咗第一時間彈翻埋中間呢個超級圓滿藍呢個波，表成1比1咁。新啲呢個排緊第7位啦，咁但係都唔少啦，又入波咁犀利，嗰下叫你見到咧係老道嘅時候咧，佢係即係開張係冇位喎，係1比1嘅你就喺度係半球啊！咁啊又搞埋先啦，哇！呢球就唔係咁入喎，真係接到個位搞掂。一開就係全個有3個連波住嘅，喺有內線多住幾個咁就搞晒嘅，麻麻啲啦。根本就係咁個波講係打住你一樣，你話咁梗係咁話有路有冇雞落嚟哇！做咪得好嘢啦！後面喺一個門口啦，俾人睇住咗啊！變咗成個係個門口度街住可以係啊，整個可以咁樣，可以慢慢就可以。打不同街上仲有啦，就有嘢搭講有成個兩波成3嘅。呢兩隊波咧近期都得意嘅，打都唔少和波嘅。如果中國國對上一次和波11場之前啊，哇！呢個好嘢好嘢。而且咧係對面嘅新鮮天河對嘅你和波即係13場波之前，所以咧唔係你選擇個贏咁計㗎啦嚇。咁又加上有冇啲嘅前手啊？真係冇嘅。哎呀！呢條抽水啲，新鮮天河呢個攻勢攻埋佢原本咧就冇乜威脅嘅，只係咁樣。但係佢啲俾個豪牌咧，對面嘅爭先就咁，因為佢跌咗落幾嘅時候，呢個龍佢一腳揀到對手，都真係攞命啦。打少個6個不過最後都贏3比1嘅。咁呢3分令到佢哋由第4位咧上翻第3位啦。不過咧佢哋第2位打得比賽咧都仲差2分嘅。好啦，咁集中呢台戰到時間差唔多，下一集再睇咯。足球20歲啦！喺10月12日至25日嚟足球買嘢，累積滿指定金額可以超值價換購指定貨品，同時仲可以參加大獎獎，大獎係108000蚊以找到天嘅額，加埋周年特賣，場數真係擋唔晒，快啲嚟執做啦！喂，開車啦！係咯，咁咪要記得扶手啦！繼續有歐洲紅人館，就係亦都有我誠信同埋嘅安琪。其實最難忘嘅一次演出，我咧就真係我都少睇到你拉片。係啊。除咗嗰一次即係我哋係做緊。可以啦，做緊一次啊。你有睇過我一次？啊，係，所以哇，好彩你提我真係。梗要提咯，我自己覺得做得幾好。我做得幾好，我嗰次係特登去睇係。係啊。有好多佢想我哋合作。但好在我唔知啊，我知道我諗可能會嘅，係啊，即係有個壓力啊。嗰次好，唔係我都想睇佢點樣即係當然我係即係想去演出嘅，但係咁但係基本上睇開咧就冇乜嘢。我哋咧推咗去成係嗰個，考嚟考去，我成班追殺嗰度。係啊係啊，嗰個好睇嘅，唱得好開心喎。個男仔都唱得好。係啊，有個男主角張敏軒啊係，張敬軒啲 friend 嚟。佢好開心咯，即係原本都喺度估緊會唔會有啲歌手朋友會睇，咁我嘅歌手朋友佢 expect 係可能係張繼聰啊，張繼聰我居然有一日發現原來你哋睇好開心。其實乜嘢咧？我都好開心嘅，即係有啲好嘅。咁你有冇一
我覺得嗰次同你合作唔算啊，真係。係啊，嗰次唔算。唔得啊！我嬲炸嘅，嗰次有啲緊張。其實又唔係擔心大家咩？唔係因為未熟啊，係咪？即係未知對方係點樣做 show 啊，點樣嘅人，所以係一個試下。咁今日咧 Rose 同銀管咧就講住咁多先，我哋下一次再傾過。最近我上咗巴打分享會啊，時不時都有好多巴打嚟我屋企嗰度分享下佢哋嘅明星同埋明星，好中意。Rose 同銀管由賣 Yoga 瑜伽會所 Guess 服裝用品聯合贊助播出。My Yoga 係全港最大型瑜伽中心之一，除咗30多種瑜伽課堂外，仲提供普拉提課堂，更有 Body Balance 及養生瑜伽，使身心回復活力。而且每位瑜伽老師都取得美國 YogaOne 專業資格。My Energy 全體健康舞班，用音樂配合具節拍嘅動作，更獨創 MTV 舞步，充滿挑戰性。會所設有會員休憩區。My Yoga 讓你逃離一切都市壓力。初生 BB 嘅肌膚咁幼嫩，想要一件100%美顏、抗菌、防霉、止汗、無縫嘅內衣，去邊度揾呢？新推出嘅 Reverse 絲紋內衣係由100%美顏製造，呢種優質嘅棉花纖維長、韌度高、布質又細又滑，仲好襟洗。件衫具備瑞士內置式抗菌技術，絕不會刺激 BB 皮膚，不含熒光漂白劑以及無縫嘅設計，更能保障 BB 嘅皮膚健康。BB 着咗之後都會講句 Thank you，媽咪。巴士上層或者下層或者做高層嘅朋友，你哋好，又係我高浩正為大家主持今個禮拜手機10大音樂排行榜。想即時下載或者試聽最新嘅手機鈴聲，記住用你嘅手機打22199619。呢個時間同大家睇下今個禮拜手機10大音樂排行榜第6到第10位。啱啱去完美國加州嘅洛杉磯咧，嗰度啲人好有錢嘅，個個都話 Hello 你好嘛，又或者係問候下你咁樣嘅。我翻嚟香港咧，發覺原來香港人都好有禮貌嘅，不過佢就唔會問 How are you，佢就會問你食咗飯未啊？第5位有楊千嬅嘅麥路。喺美國啱啱發生咗件咁嘅事，就係有一個好有錢嘅女人咧，將佢嘅遺產咧1200萬美金全數咧留咗俾佢隻狗嘅。而家佢嘅屋企人咧就密謀告隻狗啦。第4位有小肥嘅寵物。近排兩個朋友喺度討論，究竟感情係咪愛咧？應該唔係啩？你可以同好多人都有感情，但係唔會個個你都愛㗎，係咪先？第3位有廖碧兒嘅 I'm so in love with you。近排睇咗本書咧，就話被愛會帶來快樂，但係你去愛人哋咧就可以帶來成就感嘅。兩邊平衡咧，愛情就可以源源不絕嘅光芒啦。第2位有廖俊嘉嘅加油站。我有個朋友咧，之前有揾過師傅，就諗住改名嘅。個師傅就話啦，嗱，你改呢個名咧就一定發達㗎啦。跟住我朋友問咗一個好有智慧嘅問題，就係話：如果我發咗達，會唔會冇晒啲朋友㗎？我諗品德比金錢係更加重要。第1位有梁漢文嘅注定。重溫一下今個禮拜手機10大音樂排行榜第1至第10位。又或者登入呢個網址重溫一下，記住用你嘅手機打2199619，下載或者試聽你最心愛嘅手機鈴聲。最 hit 推介鈴聲，你今日 download 咗未？可能查嗰班瓜仔，佢捉晒你哋翻嚟。好啊！
朱古力蛋，兩張或者朱古力味，其實都有揀嚟㗎，好味又有益，連媽咪都讚啊，整咩食後炮巨獻，萬眾期待，張開如水般熱，全新大碟，現已全城熱賣。ET Music。有啊！
補習老師做喺度就唔夠麻煩，快啲打超咗啲人啦！我哋就嚟咗韓國嘅老師報告過區，認證新小車道有保證，經超區英國兩道之全式科萬可係你信心之選。上門補習打1263300或走超級資深幫拖揾導師王國啦！益達胃能夠迅速減輕胃部不適，中和過多胃酸，咁就唔再怕胃痛啦。仲有益氣胃，快速緩和胃氣添。哇！咁快減咗10%，想好似我咁啲，快啲嚟啲就賺啦！嚟減6%12次，每日688，有合約保證添，等住出1098加8報名啦！寫日記嘅習慣咧，我 Janet 就冇啦，但係平時咧都有寫下 blog 啊、作下古仔咁嘅嘢。咁依家啲人咧對於才女呢一個名詞咧就唔會特別熟悉啦。同埋我要介紹呢套電影嘅入邊嗰啲人咧，喺當時嚟講咧，佢哋係唔會娶一啲以寫作為生嘅女仔嘅喎。但係女主角嘅睇法咧就有少少唔同啦。如果大家咧都想睇呢一套戲嘅話咧，就要留意以下嘅片段，因為只要答啱問題咧，就有機會可以得到真奧斯汀少女日記嘅電影戲飛2張㗎。He was exactly the man who lent position and talent with most future. May I introduce Mr. Thomas Williams? Hey, what does he do? Indolent, arrogant, intelligent, or fit? 問題就係片入面女主角以咩為職業嘅咧？1. 寫作，2. 音樂，3. 繪畫。知道答案嘅朋友就記得喺10月14號午夜12點入嘅之前，音樂時間用手機打2199619參加咯喎。抽獎將會喺10月15號舉行，答啱問題又被抽中嘅朋友就可以贏到真奧斯汀少女日記嘅電影戲飛2張，名額125位。所有答啱問題嘅朋友仲可以自動參加12月18號舉行嘅終極大抽獎，有機會贏取另外3套唔同嘅 iPhone 系列電影戲飛6張㗎。提到賽車 game 咧，好多玩家咧就會即刻諗起公路賽嗰種喎，但係其實咧越野賽車 game 咧都幾好玩㗎，好似今個星期咧我要介紹嘅呢一隻 Sega Rally Gravel 咁啊，佢除咗玩靚之外啊，大家仲可以感受到啊佢同公路賽與別不同嘅越野刺激添噃。Sega Rally Gravel 咧係系列首次登陸次世代主機啊，由於機能提升啊，令到遊戲嘅像真度亦都進一步增加，就連剪起嘅泥漿都會反映喺車身上面㗎。另外，今集加入咗動態改變賽道系統，天氣又或者車輛駛過嘅時候，緊急嘅路面變化咧，都會令到賽道環境隨時改變㗎喎。就算面對同一條賽道啊，都可以俾到玩家唔同嘅新鮮感㗎。但係又唔想玩 racing 嘅時候，第日一定要下，即將會喺嗰個遊戲主機上面嘅精神化啦。新嘅一集之內咧，同新嘅一個係咁啊，你喺而家唔好做錯，你哋同啲同行嘅都係對嘅。今日呢場就係神學方一大嘅有多大一萬啊！嘅人口啊，遊戲有30項聯賽分5日、7日、7日，都加設咗香港球迷最中意嘅超聯啦，而且仲可以透過主機提供嘅網絡連線功能嚟上網對戰，同其他足球發燒友爭奪聯賽錦標添啊！
印象啦。咁喺新嘅一集嘅《Devil May Cry 4》入邊咧，一位新嘅年輕主角利祿咧將會出現啦，同大家一齊努力咁樣對抗魔劍教團啊！今次遊戲嘅時代設定喺第1集同第2集之間，身為教團騎士成員之一嘅利祿一樣擁有銀髮，十全能力惡魔之右腕，玩家可以用惡魔之右腕擒拿或者操作弓箭捅出嚟嘅敵人。而且今集遊戲更加會出現上代主角誕生激烈交鋒嘅情景添啦！《Devil May Cry 4》絕對值得各位期待㗎！吹乾頭髮，同時能將頭髮夾平梳直，創造完美柔順嘅直髮。仲有負離子同陶瓷技術，造型陶瓷護髮。原來敷個方面優美去得喎。無威同跟斯文直髮造型風頭，各大電器鎖定百貨公司入手。我冇諗過要上鏡，但我每次出現都係咁難。你哋一個一千條女性質服務千年，8千年1對1美曬之光療程，只係3600蚊，千年活跳823。揾上美國標王冠軍寶座嘅新加坡國寶歌手何耀珊與內地天王孫楠，為今年喺上海舉行嘅世界夏威夷樹奧林匹克運動會合唱主題歌《世界有你有我》，I know I can。孫楠永遠都冇任何辦法喺國際樂壇領袖，今次孫楠獨自嘅何耀珊合唱，可以話係英雄中英雄。除此之外，上海本地演員今屆有份大演，令到世界冠軍高度關注，令今年運動會出現中國嘅表現。國後翻嚟，要令強勢出擊，有用好功嘅中國奧運會，亞運黨員已經會參加人氣體育嘅中交際。許鞍華我哋嘅新嘅運動係將靠第一場其實我很興奮的，但是說我覺得這個龍慶嘛，他們也是讓我變成愛心大使。那我能做到的呢，我當然就是希望說自己可以做好。所以今天我們就是在MBC國慶開始，而且國慶這一天和特別的小朋友在一起玩，非常的開心。實際喺一支拍戲新年先進行，因為上海副市長周太同先生親自邀請 Kimi 為主題歌開拍 MV，拍出超國際水準，顯示出上海市政府嘅全面支持。其實 Kimi 喺內地一直熱衷於公益，設立大學獎學金，建立音樂圖書館，提倡青少年